啊，继续要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伊的关税政策一直在改变，目前看起来春秋的空间是愈来愈大咯。上新的消息，川普正在考虑要针对进口汽车甲零组件来免除25%的进口关税，再加上公布到半导体关税时间来延后，这对美国甲台湾的股市拢是利多的好消息。今仔日的台北股市开悬走悬，汽车类股用要全面收红，若苹果的概念股嘛是一大片的红记记。今仔日的台北股市起344点，以19857点来收盘。I'm a very flexible person. 川普的关税政策一变再变，这个春季范围敢若愈来愈大。目前讲正在考虑对汽车甲零组件合并25%的进口关税。这和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拢起价，像道琼工业指数起0.78%，标准普尔指数起0.79%，上济嘛鼓励台股的汽车类股拢开红盘。汽车关税可能豁免的情况，对相关产业都是一个正面的看待。台湾很多厂商都是出口到美国去的，指数稳住的话，资金还是有可能回到权重股票，所以这个汽车股票可以做短打，但是还是要观察市场的消息面来操作。其中包括大益提威西列清顶已经有被动启停，火山嘛重回100块俱乐部。What about any Apple products, other cell phones? Look, I don't change my mind, but I'm flexible. 半导体关税公布时间延后，而且若真正扣税，要有一段时间通反应。加上听讲苹果的执行长库克有去游说，或者个苹果的股价强势表态，盘中北起7.5%，最后起2.21%。台湾苹果概念股方面嘛是红杠杠、伟创、耀华、正威等嘛拢强势起价，盘中北起超过4%，甚至超过7%。大家还是观察礼拜四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他的讲的情况才能够证实说跟辉达他们的合作的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辉达宣布将要甲台积电等合作伙伴联手，伫美国建立 AI 超级电脑的本土供应链，嘛互台积电起超过1.1%。虽讲早盘有波动，也过展望未来最近的趋势依然有利多的期待。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